友早早，今仔日是7月19，欢迎收看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李婷。节目一开始，咱先来关心3月半要安怎用？内政部长徐国勇昨就去树林的夜市啊，亲身示范用3杯罐来买夜市的点心。有时间，欢迎到士林夜市来这里消费。那这边是好吃的东西，美食实在太多了。短袜跟弯体3倍券好像优待比较多了，比现金多。尤其3倍券也有很多，它在其他地方使用的时候，大家都会加码。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在加码的时候，这3倍券就物超所值。除了去树林的夜市啊食点心，徐国勇搁去树林的祖城宫拜拜，搁捐2000块的3杯罐，甲庙里添油香。昨拜六身份证的尾字无分双徛，民众拢会使去邮局买3杯罐，所以排队的人真是真长。全台湾1269间的邮局也加班服务民众。拜六一透早，新北市三重埔正义邮局门外已经有不少民众排队领号码牌，都惊拜六邮局出现满排队的人，有不少人早起7点就来卡位。7点啊，我早来早排啦，是我来等啊。9点开始卖，三重埔2间邮局等候大厅开到10通通。排伫第一位领的妈妈讲，因为平常时上班无闲，才选伫拜六一困替厝内底人代领4份。我刚好2个，双好2个，还要跑2趟啊，麻烦。所以说今天礼拜六来。拜六邮局领券的人比平常时加出几啊倍，尤其新北市三重埔泸州顶地领的人上多，系统一度无顺，经过紧急修复了后，目前已经恢复正常。就是有的时候是作业了，可能是这一笔进去，然后不行，然后到第2笔、第3笔的时候就 OK 了。50号到60号到这边集合。因为拜六领券身份证尾数无分单城区，加上是休困日，全台1269间的邮局。规工加班备战，早起9点到下昼5点开放封领。根据邮局统计，到下晝5点，全台3杯罐，一天合计卖出992438份，4天落来合计卖出超过339万份。今天我是预估2200份，应该够了。不够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库存都还有。邮政总局强调，全台各分局3杯罐库存量绝对有够。除了逐天有个发放数量，也会另外去准备。各分局拢有大约1000张可能加发的数量应付。预计拜六将出现150万人潮，强调3杯罐存量至少到下礼拜3拢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进行艺文产业，文化部摇设进行馆易放券，全台湾12000多间的店头拢有下用，开放予民众用手机登记。文化部长李永典也表示。接落来会甲便利店合作，推出第2批的易放券，互无手机的民众也通使用。手机下载易放券 App， 完成注册登记。3杯罐开始发放，文化部伫咧推出每份600块的易放券，18早起9点开放注册登记，在20暗时9点截止，也会在21中昼直播抽签，公布得到易放券的名单，限量是200万份。而抽到民众应用伫咧艺文活动进行艺文产业。拿去看一下表演啊，或者是就是支持一下喜欢的书店这样子。文化部指出，到即阵全台适用易放券的有12000多间，干那册店甲出版业者就超过2000间。另外像是大型展览、演唱会，也是音乐、戏剧者动态表演，也是电影院等等，拢有纳入适用的范围内底。怎么去申请跟使用这方面，可能大家要稍微做一点功课，这样。我们希望2个加成，看可以发生一些什么好的结果啦。对，努力自己也要冲一下。而文化部长李永德下晡也来到台中独立册店，向民众发话：易放券除了看电影以外，也应支持独立册店。而讲到易放券开放登记头一天，李永德讲，除了文化部网站流量伤大，手机注册系统拢真顺。不过易放券爱全部使用手机操作。李永德讲，易放券的第2批的目标会放伫咧无手机的族群家人。这个专案呢会跟4大超商合作哈，所以你不必透过手机，你可以走进超商哈，那么用你的健保卡哈，就领那个口罩的模式了。易放券头一天注册量有经超过120万人，第2批会体量无手机的族群，不过方式也是甲4大超商来建议。所来抽到易放券的民众，伫店头柜台也是门口，若是看到标示，将用手机来完成抵用消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日报纸拢看什么重点？
头先是联合报。总统蔡英文伫咧5月20就职演说，宣示未来4年国民法官的制度一定要实施。立法会临时会只剩3日，明仔载会继续协商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的草案。目前有112条的条文，包括国民法官的年会、适用案件的范围，这寡等关键的条文，阁有100条无共识。再来是《苹果日报》，伫咧美国麻州伍斯堡的海洋研究所台湾学者林永聪，早国期用10点钟畅水飞到马里亚纳海沟，平安登来了后，伊甲台湾的国旗展出来。那因为这畅水飞到深海是有真悬的风险，加上伊无经验，出发进前阁写微笑。45岁林永聪也正做亚洲头一人，嘛是全世界第12个挑战成功的探险者。再来是自《有时报》，捌来台湾5摆的日本查甫名称山浦春马，昨传出伫咧厝里行底路，享年30岁。警方伫咧现场是发现遗书，外界是咧诱讲可能是因为网络的霸凌，不过真正的原因，东京的警方正咧调查。这阵啊天气真热，加上囡仔歇热，有真侪人拢会去耍水。昨下晡伫咧台南安平的渔光岛，都有2个人溺水，其中一个互人救起来的是已经无气。伫花莲也有一个成功大学外籍的女学生，去山顶耍的时阵跳水，却去弄到大石头，尾水泉受伤，无法度行。落尾是请空勤总队吊挂救援，送医治疗。成大女学生跳水受伤，倒伫涂骹袂顶袂当，救护人员赶紧将伊送到空快所在，搁请求空勤总队吊挂救援。待会要轮。因为这名女学生好亲像因为跳水尾水去弄到石头，疼甲无法度行，只好由空勤总队直升机吊挂送医。这个意外是发生在花莲县3站溪18早起，女学生甲一群朋友去山顶耍水，想不到在跳水的时阵弄到石头受伤。在跳水的时候，造成疑似尾椎受伤。我们消防局总共出动了17名救难人员，步行进入。好卡在女学生无什么要紧。另外，台南安平渔光岛海峡18下晡传出溺水意外，有游客落水受水，其中2名查甫人溺水。台南市消防局去抢救，其中1人意识清楚，另外一个33岁查甫人无生命现象，送医急救。先就是拉到那边去做 CPR， 然后做完之后就有那个担架，就救护车就拉着担架进去把人就是载走了。只是这查甫人医院救无转来，一直传出溺水事件，各县市加强巡查，也呼吁民众唔通伫有禁止耍水经过区内底耍水，才袂有危险。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甲台南因为小连续发生治安事件，警察局长和行政院长苏贞昌入关，昨2位新警察局长一个上任，就随带队临检。高雄市的警察局长刘碧良是甲酒店的业者讲重话，若无管理的能力，就莫接这道。那台南市的警察局长詹永茂也宣示，短期内若阁发生抢劫案，就要甲警察分局长换掉。既然要做这个业者，你就要有自主管理的能力。你没这个能力，就不要吃这行饭。严肃警告酒店业者，高雄市新任警察局长刘伯良18号透早亲身带队前往酒店临检。虽然前一天下晡才上任，不过因为高雄市某一间舞厅发生命案，互行政院长苏贞昌不满，警察局长变换掉。第一个临检点就是这间舞厅，不过舞厅被查到居家检疫的民众上门消费，以消毒作为理由，公告暂停营业。未来你做不好自主管理，发生案件。你就自己先歇业，歇业期间，你去好好检讨，如何把你的营业过程的安全机制做好。台南市嘛，因为开枪的案件，警察局长被调职，新任的警察局长詹永茂上任的第一天暗时，和台南市长黄伟哲就执行扩大临检。詹永茂嘛宣示，若是最近佮发生开枪的案件，恐惊分局长嘛爱落台。20件，在相较于其他各县市来讲，的确是很多，这样的话会造成民众对这个治安的疑虑，而且会造成民众。台
台南高雄2名新任的警察局长一开始就展现强硬作风，嘛拢呼吁这业者爱担起家己管理和社会治安的责任。记者李小安、柯庆俊、文正贤南部报道。来关心陆军航空作战指挥部规划伫台东的丰年机场做阿帕奇直升机的训练地所。台东县政府是办说明会，不过台东顶下拢反对这件代志。陆军这边也表示讲，因会继续协调，找找共识。说明会一开始，全场为顺捷的两位陆航飞官默哀1分钟。这场说明会是因应陆军航特部规划以台东丰年机场作为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等军用直升机甲特战连训练场地。台东县政府举办的大型说明会，也毋过石来华挂万抗议的布条，为县长民意代表甲民众一边倒，坚决反对。这个是住宅区，周围全部是住宅区，而且已经有丰年已经有支航了，还要再来阿帕奇，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对台东人非常非常不公平。如果我们坚持反对航特部进驻丰年机场，航特部是不是也不管你们的感受，直接就盖了？到时候军移民会冲突，会流血，会受伤。居民反弹声音上悬的噪音甲补助方面，军方已简薄说明，直升机的航空噪音平均大约49.1分贝，甲丰年机场平均56.3分贝影响较细，袂影响民众的生活品质。另外，噪音补助部分以你划分区域，相关补助每户45000块。资料我想也会提供我们所有的大家回去再看一看还有哪些有疑问的地方，也希望大家再提供给我们意见，做我们最大的诚意希望能够共创双赢。陆军也表示，为了东部地区国防需求，也有中共近年来强军航母屯南伫台湾西，所以有东部训练基地规划，保证这片预算也被国防委员冻结，会继续进行沟通拍拼。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驻港办事处的4位官员，因为拒绝签一中的承诺书，工作签证是无通延期，互人强迫着爱回国。目前还剩一个组长留伫香港。根据消息指出，蔡政府是表明，这个人员因的安全是第一要紧。若驻港办事处敢会撤离呢？政府嘛表示讲，会决定走到最后一刻。港版国安法通过了后，香港情势渐渐不安。外国媒体路透社更加引用知影人士的微报道。台湾陆委会驻香港办事处官员和香港政府解讲，若是无签署一中承诺书，因的签证无法度来换新的。驻港办事处代理处长郭明春就因为不爱签这份文件，造成签证无得到延期，已经在16暗时返来台湾，其他主管也陆续返来。其中，驻香港台北办事处5名组长内底，敢若剩经济组组长李碧嘉一个人。我驻港机构是经过台港政府协商并换文同意设立的。港方应该依据双方协议保障我驻港机构不受任何政治干扰，且不应在双方同意的规范外设置不必要的障碍。陆委会对是不是被逼签署一中承诺书无加做回应，只是搁再呼吁香港莫设置无必要障碍。媒体报道，这份切结书内容有4项，第一项就是台北驻港办事处甲人员爱答应袂违反一个中国原则。香港基本法加香港法律袂干预香港内部事务，袂做出损害香港劳力稳定，也是互香港政府歹看言行。根据了解，驻港代表罗仲水2年外前就因为拒绝签署无法度上任。驻澳门办事处代理处长李佩如4月也因为不爱签离回国。香港的任何政治都是以北京为马首是瞻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它的联动性啦。北京对于这个任何民进党的人执政，他都是不放心嘛。学者讲，过去陈水扁甲马政府时代，香港是用讲的方式来处理一中原则，有真大的春秋的所在。不过，蔡政府上台了后，北京增加压力，上摆双方有可能会铁管。而知影的人讲，即阵政府态度是驻外人员安全是第一考虑，而是不是要撤离，会坚守到最后。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开放19个国家甲地区，互来咱台湾读册学生入境。不过，中国的学生无包括在内。一寡无通入咱台湾的中国学生就表示，政府开放的标准并无公平，行政院的各部会佮互相推责任。即阵因也暗算要写批，甲总统府陈情。
刘星暂时袂当来台超过175天，并且刘星返台推动组社群，一篇一篇投稿，讲到想要赶紧来台，毋忙有人想要甲师长好好告别，有人想要登到实体课程专心学习。老师很用心，但是直播的设备毕竟有限，每周的3个小时课程就是对着一个模糊不清的黑板在那里看的，然后我基本上这门课我很难学到东西。也毋过教育部6月中以后4波开放经外省来台，刘星倒是无在来。小组近2个月连续提出查证资料甲学习数据，写配到教育部、卫福部甲侨委会，拢无结果。其实我们来之前都会知道说，台湾对我们有3线6部啊这些政策，但我们觉得那就不打工嘛，那就不拿奖学金就还可以，就还好。但是现在就感觉到了，就是真的是实打实的歧视压在我们身上，严重的影响了学习跟生活。小组指出，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15指出，检疫14天的前提之下，经外省入境检疫模式会当放宽到什么款地步，交予教育部评估规划。也毋过教育部佫讲，要开放到一寡国家，报称指挥中心同意才执行，批评互相杀责任。如果下学期还不能开学，而我其他这边在大陆的朋友，他们下学期基本上都是可以正常开学回到学校的，大家的生活都已经恢复正轨，而我的生活还是处在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并且有一点看不到头的感觉。袂当嘛无想要一直等，小组拍算写批到总统府陈情，目前也提出影像征集计划，请陆生简单的翕伫大陆生活的影音，展示正常生活，以消除部分台湾民众对陆生返台的顾虑。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美国治疗武汉肺炎的人数超过360万人，疫情是世界上严重。那加州这边的新病例是一日一日多，为着压制疫病，加州的州长公布学校复课的标准，规定是真严格，打算有超过8成的学生拢要用视讯来上课。加州17个新冠确诊病例将近2万，新增加死亡人数258人，总死亡人数将近7400人，其中1100多人拢是伫这2礼拜过身的。加州、亚利桑那州、德州，也有佛罗里达州，并列美国4大主要感染的地区。州长纽森17就8月中的秋季班，心情恢复正常上课，公布严格新规定。If you are not on that monitoring list, you can move forward as a county if you choose to physically open your campus, physically open your schools. However, schools that don't meet this requirement, they must begin the school year this fall through distance learning. 加州58郡有33个拢在疫情监控名单上，也就是讲全州8成以上学生拢会继续伫厝内底远距离学习。那安尼，纽森也下令复课学校所有教职员，也佫有3年到12年级学生，拢必须挂喙罨到学校。3年级以下鼓励挂喙罨，毋过无强制要求。纽森也警告，若是学校出现5趴的确诊病例，就必须关起来。若是有25趴学校拢伫进行14天隔离，规个学区就必须关起来。在这进前，医院本复课的学区家己来决定因要安怎上课。不过看到病例无减少，反倒当增加，纽森该要求无论公立也是私立学校，拢要遵守这套防疫准则。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报备啊，根据国教署的统计，6岛当中，台中的学生目睭上歹，不少囡仔着配目镜。台中市教育局也讲，这甲学生囡仔3C 产品用伤过头久。阁有写功课的时姿势无正确，拢有关系。假日的台中科普馆，未少家长带着囡仔来遮参观，拄着热热，也阁有天气真热。真侪家长讲，上烦恼就是囡仔伫咧厝诶，伊伫看电视，也阁有使用3C 的产品，有时就爱趁这个假日，常常带因出来行行。不要给他手机就好了，也不要给他平板啊。哦，那他会不会很想看？会啊。还是会哦，对，其实很害怕，因为自己其实近视的，所以实际上也会蛮担心，其实近视的一些不方便。根据一份国教署统计资料，108学年度台中市各小学生的视力不良率达到47.43%，是6岛内底视力上歹。高中学生视力不良率也达到7%，也是6岛内底尾也算来第2名。台中市教育局指出，这甲学生过度使用3C 产品加姿势无正确有关系。上课期间呢，比较没这个问题啊。反而是在自修，就是说，他回到家写功课的时候，只要去户外，15000兆度的环境底下，就会让视网膜产生多巴胺，那抑制近视形成。
台中市教育局讲，虽然一直努力改善，不过对103到108学年度国中甲国小学生近视比例敢若下降1%。除了加强灯会照明议题改善，也鼓励学生多多来做一寡户外活动，避免长时间伫室内。也加眼科医师进行到学校服务计划。医师是建议，除了避免伤过用目睭以外，营养嘛要平均，你到外口行行，更加使舒缓目睭的压力，降低近视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废死联盟长期透过政策要推动废除死刑，最近也规划后来的阮这个展览，接个台中、台北、台南、高雄看守所的死刑犯和无期徒刑受刑人的国话和司法，希望让社会大众通理解讲，这寡死刑犯也有可能会改过自新。山内底看起来拢是昏烟，亲像先进的话是死刑犯同一零话，200敢若记录世界的画作是死刑犯老用山话。过去遮侪年，因拢把作品寄回去厝内底。他好像没有让人家看见他已经在改变了，或是说他有另外一面的呈现。画作展现另外一种人生的可能性。捌伫咧死牢14年，2017年底才平反的地信德，想要让更较侪人知影，死刑犯嘛有改变的可能，所以促成后来阮展览。台中看守所国话老师王伟忠讲，教话时阵绝对是袂去讲案件甲过去，但是同学拢会讲心情变较平静，嘛有人后悔迄当阵哪会做迄种代志。还有的同学他跟我讲说，他们以前敢违规嘛？他说我们已经死刑了，我们当然敢违规。他说因为现在我们就考虑，我们也要安分守己，因为他这样写，他的心就定下来啦，就不会想到说跟人家作对的感觉。除了死刑犯的画作，台北展览场嘛模拟死刑犯伫咧1.368平的房舍安怎生活。废死联盟指出，虽然大部分的人无可能马上改变对死刑的看法，但是透过艺术提供更较侪信息，希望更较侪人对人性甲人权有更较侪思考。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文化局美术馆当咧展览书法作品，一本书法说予囡仔黑白错字画图。文化局发现了后，随报警处理，也讲已经协助艺术家甲囡仔的爸母和解。签名簿啊出现3字经，签名簿啊附近的一把书法作品，详细看“春江2字”的中方也被黑白画。花莲文化局美术馆将来展出艺术家王鼎之的书画作品，也毋过10月发生迫害事件，有或者有可以看到，感觉这是小孩子做的。对，你一看就知道是小孩子做的。有这样的感觉。有这样的感觉，你觉得这样破坏了，你看了之后，你心里怎么想？心疼。尤其发挥敏锐的感觉，文化局指出，黑白画破坏人确实是展览观点的查甫囡仔所做的，已经协助艺术家甲查甫囡仔家长进行和解。那他对于这一次的事件，他觉得说，他想要告诉大家，每一件作品都非常珍贵。那希望大家呢能够用审美，然后呢爱惜，然后甚至这些以后都可以保存给后代子孙他们去欣赏观看。被迫害作品价值63000块，艺术家是认为书法佮创作就好啊，不过也希望借这个机会教育民众，创作不是一时半刻就一旦达成，需要长时间的功夫才磨练出来。所以，又希望民众会当尊重、爱惜艺术家的心血作品。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天气是好也是歹，听你定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27度到37度，中部地区26度到36度，南部地区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26度到35度。各地区27度到33度，各有未来3天的气象。
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李婷，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推小姐。今仔日的人客有够多，敢会使卖个硬刺激摆啊！咱今仔日要来讲的，就是我即摆的感觉。压杂，压杂，汉字写做压杂，罗马字写做压，字压杂。两字拢是入声第四调。台语的压杂甲华语的龌龊，虽然汉语同款，不过意思甲发音拢完全无同。压杂是讲人的心情袂快活，有时是因为天气、湿度的关系，有时是环境，也是代志袂顺的关系。只要是心情袂顺、无欢喜，阁无法度解决，拢会当讲是压杂。像讲有时阵，阮会拄到一寡人客真歹性地，电梯速度伤慢，就搞骂，阮阁无法度应转来，心情都会有淡薄仔压杂。台语和压杂外语的词有高操烦、硬心、烦恼、郁闷等等。高操烦是咧讲人的个性，硬心有受气的意思，烦恼郁闷较负面。压杂是心情闷闷啊，感觉无介好。不过我若特别压杂的时，我拢会去做运动，减轻压力。大概运动了，我的心情就会较好。若卡袂到就压杂，有可能变做是郁症。郁症是现代人真常有的病症，甲身体的其他艰苦病痛相像，拢是爱去互医生看。若有照先生的方法落去治疗，拢是好的哩的，至少会当控制甲真好势，会影响正常生活。咱讲欢喜嘛一天，痛苦嘛一天。咱做人吼，唔通无代志，家己生代志。食饱换腰，擦牙家己牙，家己找烦恼，互家己歹过。人讲改运不如改心。丢压杂、高操烦、硬心、郁闷、郁症、食饱换腰、擦牙家己牙，改运不如改心。祝大家大工拢欢喜，压杂顺利利。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